关心生活的消息，新竹县有一间病院设计出一种装置，会当甲疫苗抽甲正清气。这款疫苗免开5分钟，上济会使甲10人份的疫苗抽出12人份，安尼就袂浪费。咱做回来看卖。医护人员轻脚细手对台下顶悬抽出疫苗，因为数量有限，新竹这间病院设计出这个会使甲疫苗管啦抽甲更较清气的台啊。希望每一滴的疫苗拢袂拍算去。这样的话可以抽得很精准，那也不会有这种重复来来回回这种抽药的情况。所以那个台子基本上算是我们医院的发明的哈。原本一罐疫苗用1cc 的血糖，上济抽11档，即马配合使用这个专用的台啊。会使抽到12档。一般的我们是用手去抽嘛，哈，一只手握住，一手这样去抽，这个2只手都不是太稳定，会抖。那我现在把一个台子，把那一瓶药可以固定在上面，那我们就可以用2只手很精准的握住那个针管来抽，那这样的话可以抽得很精准。原本估计1000档的疫苗的量，最后在现场住了1208个人。这抽疫苗专用的台啊，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。互疫苗力量较大底，互更较侪人注射疫苗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